在流量如潮水般更迭、人設如玻璃般易碎的娛樂圈，有一個名字始終像一個異數，或者說像一個無法被歸類、無法被馴服的系統 bug。這個詞用在肖戰身上，並非貶義，而是一種對既定規則的打破。當資本習慣用數據定義價值，用緋聞擁持熱度，用妥協換取資源時，肖戰用9年的時間畫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軌跡。出道9年，零緋聞，這個記錄在娛樂至死的時代幾乎像是天方夜譚，可偏偏有人做到了。更令人玩味的是，當零緋聞成為一道堅固的壁壘，試圖擊穿它的，卻是比緋聞更荒誕的包養與靠山論。人們似乎難以接受一個毫無背景的素人，僅憑一己之力在名利場的叢林中殺出重圍，於是後台論、資本論變成了某種心理代償。然而，當我們剝開流言的糖衣，審視那條沾滿泥土的泥路，或苦攰發現一個殘酷且動人的真相，在這個圈子裡，最硬的靠山，從來不是某個大佬的青睞，而是那個在至暗時刻依然不肯彎腰的自己。若要追溯這股不信命的源頭，船得把時鐘撥回到2015年。那一年，24歲的肖戰放棄了穩定的設計師工作，以一個高齡素人的身份站上了選秀舞台。在平均年齡18、19歲的練習生中，他顯得過於成熟，甚至有些格格不入。沒有舞蹈基礎，身體僵硬，他就死合，練到指甲及退落；沒有聲樂優勢，他就一片片唱，直到桑子充血。彼時的他不過是資本眼中一個低成本試錯的腰部炮灰，用以填充市場的某個角落，根本不在核心培養名單之上。那時的公司沒有給他鋪就公毯，甚至連一條像樣的石子路都吝於給予。他就像是被隨意撒在石縫裡的一顆種子，沒有人期待他能發芽。從超新星學園李清濕的荒天澤到我的皇帝陛下，中驚鴻一瞥的北陀墨染，他靠着並不算多的鏡頭，硬是靠臉和共情力撕開了一道口子。那是一種不被資本預設的意外，是觀眾用目光投票算出的民選之心。此時的肖戰像極了每一個在職場底層摸爬滾打的普通人，沒有傘的孩子，只能在雨中拼命奔跑，甚至不敢回頭看一眼嚟時的路。真正的命運轉折點出現在2019年，陳情令的爆紅將肖戰從寂靜的角落猛然推向了萬丈光芒的巔峰。他飾演的魏無羨熱烈不羈，卻又背負着世人的誤解與詆毀，這仿佛也預示了他此後真實的星途。爆紅帶來的不僅是鮮花着錦，更是烈火烹油。他幾乎是赤手空拳地接住了這潑天的流量，卻也因此觸動了行業裡最敏感的神經。一個沒有資本深度綁定的藝人，卻擁有着無法估量的商業價值，這在資本的邏輯裡是不可接受的失控。資本的運作模式向來如此，捧你，你是商品；不捧你，你是棄子。他們習慣用合約鎖住藝人，用資源置換順從，將其變成流水線上可複製的快消品。但肖戰的特別之處在於，他的根基扎在土壤裡，而非資本的培養皿中。當平台試圖用超話搬家等數據遊戲來收割粉絲，逼其就範時，他選擇了沉默的對抗。當資本希望他趁着熱度瘋狂接綜藝、消耗人氣時，他卻沉下心，扎進了劇組。他拒絕被定義，拒絕成為提線木偶，這在資本的棋盤上，無疑是掀桌子的行為。接下來的故事，便是那場長達10個月的全網風暴。那是內娛史上一次罕見的輿情海斥，代言被撤，劇集擱淺，商業界直斷崖式清零。按照資本的風控法則，這是標準的不良資產核銷流程，只要快速切割，就能及時止損。彼時的肖戰就像是站在懸崖邊上，背後是烈烈寒風，身前是萬丈深淵，無數人等着看他墜落，就像看此前無數個被資本拋棄的流量一樣，悄無聲息地消失。但肖戰未有按照劇本演，他不賣慘，不辯解，甚至沒有在公眾面前流露出一絲崩潰。
他選擇了最笨、最慢，但也最硬的一條路，演話劇。他去演《如夢之夢》，在那長達8小時的史詩級話劇中，飾演5號病人。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戰略，也是一種賭上職業生涯的決絕。話劇舞台沒有濾鏡，魔法 NG， 魔法靠後期剪輯，每一句台詞，每一個眼神都要直接穿透劇場，砸進觀眾的心理。他沒有在熱手上擁持熱度，而是去劇場裏打磨演技，這等於放棄了流量的捷徑，去攀登藝術最陡峭的懸崖。這不是沉澱，這是戰場上的以退為進，是在資本用算法構建的銅牆鐵壁上，用血肉之軀鑿開一扇透光的窗。關於那些甚囂塵上的謠言，更是對這場突圍戰最荒誕的注腳。有人造謠他靠大佬上位，甚至編排出不堪入目的包養傳聞，仿佛一個男明星的成功必然伴隨着不可告人的權色交易。然而真相往往比謠言乏味，卻也更堅實。狗仔劉大誰跟拍他7年，拍了237次，最後爆出的最大猛料竟是大學時期一段磨疾而終的校園戀情。這段戀情乾淨到怎麼程度？父母甚至準備好了婚房，他也準備了鑽戒，卻因為現實原因遺憾分手。連這段過往都透着一股普通人的煙火氣，而不是娛樂圈的狗血。後來他與經紀人象徵因工作關係形影不離，被傳秘戀，工作室直接乾脆利落地打上大公字：藝人單身。所謂的情侶款海外同遊，在冰冷的辟謠聲明和長塌數月的跟拍蘑果面前，顯得蒼白無力。至於與李沁、楊紫等合作女星的 CP 感，也僅限於劇集之內，戲外的邊界感清晰得如同戒律。他沒有像某些藝人那樣靠緋聞擁持曝光，甚至主動炒作 CP。他的社交平台除了工作就是自家的矛，乾淨得像一張白紙。在這個恨不得把私生活明碼標價的年代，肖戰把私生活築成了一座堡壘，不允許任何人窺探，也不給任何人留下攻擊的靶子。肖戰對抗的到底是什麼？很多人說是資本，其實更準確地說是浮躁行業裏那股你必須引話的慣性。資本想找他，想把他捏成集合市場的形狀，但他寧願碎掉，也不願變形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另一種可能性：沒有金主護航，沒有緋聞傍身，不靠塌房式的炒作，也能活下來，而且活得更好。他熬過了解約風波，自立門戶，依然戲約不斷。他拿下了諸如《得間緊制》《藏海傳》《諜報上不封頂》等橫跨多種題材的優質項目，甚至獲得了白玉蘭獎的提名與大學生電影節的認可。他用一部部硬作品，把當初被判定歸零的商業價值一串串重新看回到自己身上。那些曾經急於切割的資本發現，這個人不僅未有糊，反而成了行業裡最稀缺的確定性資產。正如業內人士所言，他不是資本捧出來的幸運人，他是逼資本低頭的掌權者。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，肖戰的這9年，像是一場漫長的社區實驗。實驗的題目是一個沒有背景的普通人，在名利場最中心，能否保持體面與清醒，僅憑努力和作品活下去？答案已經寫在了他走過的路上。他讓人看到了流量之外的另一種可能，流量可以是短暫的煙火，但實力是長明的燈塔。他不再僅僅是肖戰，而成了一個符號，代表着素人的逆襲，代表着在淤泥中也能開出潔白的花。這個世界對潔身自好的人往往並不寬容，因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污濁環境的一種無聲指責。因此，那些射向他的明槍暗箭，從包養到後台，其實是某些陳腐觀念最後的反駁。他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人能靠乾乾淨淨的方式取得成功。當喧囂過後，我們或許需要一種更成熟的目光來看待這一切。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，人們習慣於用標籤去定義一個人，用想象去填補認知的空白。對於肖戰，無論是給予的讚美，全是惡意的詆毀，
往往都偏離了那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。他只是一個在特定時代背景下，憑借機遇和自己努力找住了命運的普通人。我們不必將他捧上神壇，視其為完美無瑕的聖子，那是一種造神運動，自早會帶來失望。也不必拿着放大鏡尋找瑕疵，試圖將他拉下泥潭，那是一種娛樂至死的殘酷。更理性的態度是承認他的專業能力與職業操守，也尊重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私人邊界。作為觀眾，我們或許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從藝人的私生活轉移到作品本身。如果每一位藝人都需要靠私生活的清白來自證值得被喜愛，那其實是整個行業的悲哀。健康的生態環境應該是允許藝人擁有作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，甚至是隱私。吃瓜並非不可，但在舉起鍵盤之前，我們是否能多一份對他人基本尊嚴的敬畏？少一些捕風捉影的臆測，多一些對業務能力的探討。這不僅是傳給肖戰一個清靜，也是傳給所有身處聚光燈下的人一份生而為人的體面。畢竟，一個和平理性的輿論場，受益的不僅僅是某一個明星，而是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。願我們都能在紛繁複雜的信息洪流中，守住內心的理性，清澈地看世界，也清醒地看自己。在歲月的長河中回望肖戰這9年的星途，我們會發現一條清晰而堅定的脈絡。他從未真正捉於任何一方的勢力，他只捉於他自己的選擇。當同期出道的許多人，或是被資本裹挾着走向了數據泡沫的虛假繁榮，或是因行差踏錯而黯然離場，他卻像一株根系深扎於岩壁的古松，任憑山風呼嘯，霜雪壓頂，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態。那些關於包養的污名指控，在時間的沖刷下早已顯露出其荒誕的本質。一個連戀愛史都被跟拍7年更有校園初戀的人，一個把私人領域鎖得比保險舉船嚴實的人，怎麼可能在暗處有那些見不得光的勾當？這些謠言的誕生，與其說是事實的扭曲，不如說是認知的立位。在習慣了靠緋聞博版面的畸形生態裡，一個潔身自好到近乎不正常的藝人，反而成了異類，成了需要被解釋的存在。但肖戰用最樸素的方式給出了回應：不解釋，只行動；不辯解，只前行。細數他從低谷爬起的每一步，都寫滿了反資本邏輯的孤勇。在那段被全網抵制的黑暗時光裡，按照行業的常規操作，藝人應當迅速發聲、公關、辱慘、博同情，以最快的速度止損復出。可他沒有，他去演了《如夢之夢》，那部賴聲川導演的史詩級話劇，一場演出8小時，連續數十場，沒有替補，每一場都是全力以赴的極限挑戰。話劇舞台是演運的試金石，也是最魔法作假的修羅場。他在那裡一站就是幾百個日夜，不是為了給誰看，而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。當外界的喧囂試圖將他吞沒時，他在劇場裡找到了自己的聲音。那是一種近乎虔誠的回歸，剝離了偶像的光環，卸下了流量的枷鎖，只以一個演運的身份，站在空曠而莊嚴的舞台上，面對台下幾千雙審視的眼睛。他沒有逃避，反而將自己赤裸地拋向了最嚴苛的檢驗。這種選擇背後的膽薄，遠遠超出了普通藝人對職業規劃的考量，它更像是一種生命的宣言。我寧可辯解，也絕不扭曲自己去迎合誤解。而後來的劇本選擇，更是讓人看到了他清醒的野心。夢中的那片海裡，他飾演的肖春生，一個在時代浪潮中沉浮卻堅守本心的北京青年，那種骨子裡的倔強與肖戰自身的經歷形成了微妙的重疊。他不是在演戲，他是在這角色的口述出自己未盡的獨白。再到《驕陽伴我》中的盛陽，一個普通的設計師，在職場中摸爬滾打，被現實捶打，卻從未放棄對理想的追尋。這個角色仿佛是他人生前傳的某種映照。如果沒有成為演運，肖戰或許也會是那個在寫字樓裡熬夜改稿的設計師，平凡普通，但執着地守護着自己的熱愛。這種選角的智慧在於，他始終未有忘記自己從哪裡來，
一個衝數人堆裏爬出來的普通男孩，即便站在了駭人矚目的山頂，依然記得山腳下泥土的溫度。正因如此，他與觀眾之間始終擁繫着一種微妙的共情。大家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明星的光環，更是每一個在生活裏掙扎着向上攀爬的普通人的影子。這種連接不是數據可以衡量的，也不是資本可以操控的，它是他用9年時間，一場戲一場戲，一句台詞一句台詞，硬生生賺來的情感貨幣。我們再閱回那個始終纏繞着他的謠言問題：為什麼偏偏是肖戰？為什麼關於他的流言總能掀起滔天巨浪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因為他打破了一種潛規則。在資本的邏輯裡，一個藝人若是乾淨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，那就意味着他無法被控制。緋聞是牽線的繩，黑料是握在手裡的把柄，有了這些，資本才能像操縱木偶一般讓藝人在自己的棋盤上起舞。而肖戰的零緋聞像是一面照妖鏡，照出了這套玩法的不堪。於是沒有緋聞就製造緋聞，沒有黑料就捏造黑料。包養論後台論本質上都是在試圖給他安上一個污點，以此證明他的成功並非來自自身的優秀，而是來自某種不可告人的交換。這種敘事邏輯的惡毒之處在於，他試圖抹殺一個普通人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所有合理性。一旦成功被解釋為有背景，那努力就成了笑話，堅持就成了虛偽。可事實恰恰相反，肖戰的成功最讓人不安的，恰恰是他的可複製性。他告訴每一個未有散的孩子，只要你夠拼、夠剛、夠守得住底線，你也可以。這種示範效應才是真正刺痛某些既定秩序的地方。如今的肖戰早已擺脫了早期那種被流量裹挾的被動局面，他不再是那個在資本遊輝中戰戰兢兢的棋子，而是成為了能夠自主選擇項目、自主把控節奏的創作者。他參與編劇研討，深入角色機理，甚至對服化道提出專業意見。這些細節或苦不為大眾所知，但在行業內部，他的專業口碑已經在悄然累積。與他合作過的導演、演員、工作人員，幾乎沒有人不對他的敬業程度給予肯定。這種來自同行的認可，遠比任何熱搜榜單上的排名都更具含金量。它意味着他正在完成一個關鍵的身份蛻變，從流量明星向職業演員的重心轉型。這條路遠比單純的吃老本要艱難得多，因為演技的精進沒有捷徑，它需要時間的浸泡，需要角色的滋養，需要不斷地把自己打碎又重組。但肖戰選擇了這條路，並且走得異常堅定。這是一種釜底抽薪式的自我革命。既然你們總說我靠臉吃飯，那我便用實力讓你閉嘴。既然你們質疑我的泥路，那我便用作品鋪出一條任何人都無法置疑的去路。而我們作為旁觀者，又該如何看待這一切？在這個信息過載的時代，我們太容易被情緒裹挾，太容易被片面的信息誤導。一條未經證實的八卦可以在幾分鐘內傳遍全網，而一篇理性客觀的分析卻往往磨人問津。這是互聯網時代的悲哀，也是我們每個人正在經歷的認知困境。對於肖戰，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知道他內心真實的全部，但這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們是否願意以對待一個普通人的方式去對待他。他佢有疲憊的時候，佢有狀態不佳的時候，佢有想要獨處的時刻，這些都是生而為人的正常需求，不該因為他的職業而被剝奪。當我們習慣性地用放大鏡審視他的一舉一動，用最苛刻的標準要求他的一言一行時，我們是否想過自己是否能在同樣的審視下保持體面？最後，我想回到那個最本真的問題：一個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氣，才能在眾聲喧嘩中保持沉默的自持，才能在罵人吐罵時依然堅信自己的價值，才能在滔天的惡意裡不改初心地往前走？肖戰給出的答案是：不需要勇氣，只需要信念。當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哪裡，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，
而那些路上的荊棘與碎石，不過是讓你腳步更加堅定的磨刀石。他的故事不足於傳統的成功學敘事，沒有貴人相助的傳奇，沒有一夜暴富的僥倖，有的只是一個普通人咬着牙，流着血，一步一個腳印踩出來的生存之路。這條路船沒走完，前方依然有迷霧，有險灘，有未知的挑戰，但他的背影早已告訴所有人，我不懼停下，也不懼回頭。在這個容易做神也容易毀神的時代，讓我們保有一份難得的克制與清醒。讚美不必過度，因為過度的讚美是另一種綁架。批評也需有理有據，因為無端的指責是對人格的踐踏。把它當成一個認真工作的演運，一個在名利場中盡力保持本色的年輕人，一個和我們一樣有夢想也有軟肋的普通人。這樣，我們或許能夠更平和地欣賞他的作品，更寬容地看待他的不完美，也更理性地對待那些真真假假的流言蜚語。願輿論場的風浪終將平息，願每一個努力的人都能被溫柔以待，也願我們在吃瓜之餘，始終記得鏡頭之外皆是人生。